真的很大的差别。他其实是在说他不熟，所以其实在就他们其实一直在换。对啊，对。第二个就是在适应上面。实际上，很多看法，因为毕竟也对他们比较陌生，但是经过这一场比赛下来，其实都掌握得到，就是说在打击上存在要求、击球跟决策。那其中有特别跟你交代什么样的？其实都有啦，就有讲，但是临场的变化，然后氛围其实还是有不一样，但是至少大致上的那些观念上，有照着计划在走。对啊。其实这次做的蛮细腻的，就是每个选手的特性，因为就以我们打者来讲的话，可能投手他什么球种，然后他什么球种高好球，什么球种高好球，有点就有人说他会用什么球种什么，投手那边我是不知道，但是以打者这边的新手方面，针对对方的投手习性跟这些球种会做一些概念上想法上的一些全部就会有发资料，然后就会集合，然后大家互相讨论。每个选手就是打完一个打击下来之后，就马上跟大家做讨论。对啊，对啊，因为这一场比赛你要马上做。谢谢。用到2次在3就3胜2胜，很少对比太高兴了，3胜，就是能证明自己是就是幸运。这个地板的还蛮少对中7天太晚了，就是也是要感谢新手小队或者他们帮助我，让我知道打者的习性、特质，可以看得出。因为我昨天没有在录，一直在放掉看，就是观察习性。希望大家今天真的完全今天解说上的事情。